我哋呢一個豆漿咧，叫做烏豆豆漿，啲女人呢啲皮膚唔好嘅，面色暗鳩柒黃嘅，冇錯。飲佢啊，佢入邊有銀耳嚟噶。如果你飲咗落去咧，有燕窩粉，有銀耳，係燕窩粉同埋銀耳啊嗱，嗰啲師奶，你食咗之後咧，你啲屎宮啊結喺條腸裏邊斜唔出嚟嘅。入邊有燕窩粉銀耳，你食咗之後咧，你連續飲佢幾日，加啲麥片落去，唰一聲咧，佢就屙咗嚿大屎公出嚟噶啦，聽唔聽得到？聽到。就係呢一罐你睇唔睇得到啊？呢一罐咧可以煲到應該有20-30杯啦吧？咁我你用80度嘅水沖一杯都可以沖20-30杯啊？60度嘅水啊，60度嘅水。60度嘅水。沖一杯你都可以沖20杯啊，30杯啦，我打你30杯係咪？30杯係咪要30蚊啊？1蚊一杯你抵唔抵？抵到你爛啦，叫你沖係咪？係。咁佢都要30蚊一罐啦，啱唔啱啊？30蚊一罐，咁我哋仲有一罐咧係咁樣嘅，今日推介嘅呢一罐。呢個鹽呢個又好好飲㗎，呢個入邊有乜嘢咧？呢個豆漿，呢個燕窩銀耳豆漿，呢個又係㗎，呢個係黃豆，呢個係白豆，我哋黑加白棗豆啊。佢係非黃豆同埋黑豆啊，大豆嚟㗎。而且佢係非轉基因大豆，咁我哋平時買咧一盒係幾多錢嘅？佢平時佢59啊，我哋線下嘅話。線下係59係咪啊妹？係。嗱，我俾你哋睇睇啊，嗱，唔係講笑㗎啦。線下係59蚊一盎㗎啦，咁你買兩蚊一杯豆漿嘅係正常嘅，你睇唔睇到？50幾蚊九係一盎嘅，啱唔啱？今日嚟到阿小丸嘅直播間，我送多盎黑嘅，一樣好好飲嘅，係咪啊，梁仔？係。佢靚唔靚？但係兩瓶啊嘛，佢正常嘅話，佢係一瓶嘅話係你啱啱嗰個，跟住然後咧，佢今日因為佢哋線某下嗰啲乜嘢超乜嘢市，都到處見到呢個牌子㗎啦，到處見㗎啦，呢個牌子大部分超某市都有㗎啦，超某市都有嘅，你哋自己查查，佢係用木糖醇嘅，佢係無糖㗎，咁佢59蚊9，佢今日啱喺阿小燕姐姐嗰度直播間啊，我再俾多盎黑豆漿你嘅，咁你哋係咪可以飲一個月啊？係。我問你。你屋企咧有冇老婆嘅？有冇老公嘅？有嘅話俾我知。有老婆有老公嘅品牌方喺唔喺度？品牌方連咗上嚟啦，佢已經。品牌方你好。小云姐你好。你這樣好不好？你今天做活動在我這裡，你只是打一個廣告，告訴人家這個是你們張麥良的那個姜麥良嘅嗰個燕窩銀耳豆漿粉。佢係做推廣嘅，今天你來了，你不是說59.9一盒嗎？再送一盒，是不是？沒有啊，因為這個我們線下它是一罐59.9的一個價格啊。我告訴你，你今天來到了，我已經跟你們品牌方的老總說過了，加多一罐的。你這樣好不好？我是這樣的，因為呢，他說呢，阿梁仔你講啊，我跟住違規啊。佢嗰邊，他這邊是這樣的，就是你這邊已經，老總那邊已經上面你的金某禮啊，他已經答應了，就是說，每樣一罐，讓我們試一下，讓我們就是嘗個鮮，然後。對，但是呢，你們呢沒有給廣告費，所以呢，今天來到我們直播間，再加多一瓶。如果我們直播間的朋友哈，有岳父岳母的，或者有爸爸媽媽的，他們一個人嘛，一個人就黑白一份嘛，然後呢，如果有爸爸媽媽的，再加多一瓶，3瓶是不是？然後再加多一份4瓶，抵唔抵？抵。59蚊9 4份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這樣子不行啊，因為我們這個線下商超它就是有定價的59.9一罐。那你行不行？你話抵唔抵？如果59蚊9 59蚊9 4盎嘅，為咗幾錢一盎啊？14蚊9毫子一盎，一盎為咗幾錢啊？如果佢我30杯到一盎可以沖30杯嘅。不行，4毫9咋？4毫9一杯嘅豆漿，4毫9一杯嘅豆漿，抵唔抵？抵唔抵？抵嘅話，是不行的。行不行？你商量好了，是說2罐的，只能給了2罐，沒有辦法說。佢唔係好甜嘅啫，佢用木糖醇，佢係代糖噶。行不行？行的話我就上，不行的話呢我就卡你下去，進不了口。這個4罐真的是不行，之前商量好是說給了2罐已經是很大的一個福利了，小袁姐，要不這樣吧，你這樣吧，你送一個杯子可以吧？啊？這邊我給你送一個杯子吧，2罐嘛，2罐，然後再額外給你送個杯子吧。那我已經說了，我已經是這樣了。
哎，不行不行，之前商量好，只是说2罐，因为我们线下是1罐了。你行不行？不行的话，你打个電話過去。不行的話，我就不賣了。我剛剛我都已經說了。你這樣子我們太為難了。要4罐嘅打個1。不行啊，不行啊。要4罐嘅打個1，你想要多一隻杯嘅，定係要4罐嘅？你自己講。隻杯點嘅？就2罐嘛，之前說好了2罐，然後你給多少份？你給多少份？杯子吧，好吧。你給多少份？要不這樣子就給到30份嘛。30份可以，30份可以。我告訴你，我已經不想了，因為我趕着去連麥的。你這樣好不好？我們4罐30份，我也不要你多的了，再送一個這個搖搖杯。4罐了還送杯子啊？之前說2罐了，你不用說了，你不用說了，你們準備好叫你們的連接，你不行的話，等一下叫你們經理找我，好不好？這樣子真的太為難了。你不用說了，你準備好沒有？直播間嘅朋友仔，今日呢，你這樣，你現在立馬去申請，你看一下，把那個杯子也送給我了。今日59蚊69蚊9係咪？59蚊9啊，唔係69蚊9啊，1盎2盎3盎4盎。你哋飲過，我話俾你知，我飲過，佢好好飲，真係好好飲嘅。再加多一個，我未加咗一個杯啊，送埋呢個杯，送埋呢個杯，送埋俾佢30單。嗱，我哋準備好未？30份，那就30份嘛。1、2、3，上車。你先問一下你們經理啊，不要考我哈，不要考我庫存啊。30份，就給你控制到30份的一個庫存。嗱，你睇睇啦，唔好講咁多廢話啦，我俾你哋睇睇，因為我係一個好務實嘅人嚟嘅。嗱，我俾你睇睇，我打開俾你睇睇呢個豆漿粉，你哋有冇飲過永和豆漿啊？屌你個閪仔，你上咗未啊，梁仔？上咗啦。點解唔見嘅？上咗啦，佢哋喺度。30份嘛。嗱，上咗啦係咪？嗱，你睇清楚啦。我哋呢一個豆漿粉咧，佢飲起嚟咧，佢好似嗰個咩豆漿咁樣。阿妹你聞下，永和豆漿，永和豆漿幾錢杯啊？10蚊一杯係咪？參考啊，30份。啲豆漿粉嗰啲味道都係好濃，永和豆漿你買一條啊都要成3蚊幾啊！一條都要3蚊幾，喺出邊飲嘅要10蚊。你飲過呢一隻咧，佢個味道咧有90%咧似永和嘅，好好飲嘅。嗱，你攞一杯俾我飲。呢個乾麥王咧，其實好多某超某市都見得到嘅。好好飲嘅，我同你講，而且咧你咁耐咧，你可以飲幾個月㗎啦，兩家人。你等我講解下，呢個嘅話咧，我哋線某下嘅好多嘅超某市雙乜嘢超，你都可以見得到。第二個，我哋沖嘅時候，你千祈唔好用開水沖，用開水沖咧佢容易結塊，你用60度嘅水就可以㗎啦，用60度嘅水，跟住沖佢攪佢就得。匹2到3斤啊，一次匹2、3斤，跟住去沖就可以㗎啦。我覺得呢個烏豆漿都好好飲嘅，個烏豆漿啊。佢呢個冇酸味啊，冇豆酸。豆嚟㗎。非轉基因黑豆。你今日你咁樣做呢個真係好炸喎！你而家，因為佢本身佢喺超某市啊嗰啲，佢哋真係有咁樣嘅產品喺度，跟住好好飲啊！我同你講，我唔係同你講嗱，你每日你一罐你可以沖30杯吧，應該可以啊。可以㗎。可以啊。可以，即係話如果你平時早餐淨係飲一杯，唔係太大杯，唔係成家人飲嘅話，你都係可以飲到20-30次㗎。你睇下，我送一個杯俾你，你一次沖咁多左右，你放1羹或者2羹，你可以30杯，30杯。嘅水啊！你睇下30杯，60杯，係嘛？係。60杯加30杯90杯，120杯豆漿啊，大佬59蚊9，為咗4毫幾紙啊！如果你要飲濃啲嘅就會少啲咯，即係話有啲人中意啲口感係濃啲，你就放多2羹落去。係，如果你飲濃啲嘅，你放多2羹；少啲嘅，你咪乜嘢咯？小丸黑豆漿會唔會熱啊？唔會熱嘅。黑豆漿咧對我哋女人嘅子宮咧係非常之友好嘅，特別係我哋嘅子宮內膜係薄ít ít嘅啊，冇水嘅呢啲朋友仔啊，你都可以食下嘅。乜嘢豆啊？有黃豆有黑豆，黃豆加黑豆你可以撈埋一齊飲。4罐齊放嗎？有2罐黑2罐白嘅，我都攞唔晒，我話俾你知，剩翻12份，後邊咧就冇啊。黑豆漿咧對我哋嘅腎仔都好嘅。如果你老公咧摁唔喐嘅時候咧，我哋可以朝頭早咧加個黃精啊，你食一嚿黃精，然之後咧可以咧可以飲個黑豆漿啊。佢嗰個拍完咗啦。哦，唔好意思啊，已經拍完啦，可不可以加單啊，帥哥？加單不行啊，這個已經給拍多了都。你這樣好不好？庫存給卡住了。
直播間嘅朋友仔有冇人未拍得到嘅？打個一。有冇人未拍得到嘅？冇辦法啦，時尚美，你想拍都拍唔到啦，擾乜鬼啫？不能再拍了啊！不能你這樣好不好？你再加多10單，加多10單，我就不再加了。你問一下。加單沒辦法再加了，說好了那麼多的庫存，然後就。那你打電話給你們經理，不行的話你就辭職吧。沒付款了，好吧？你就辭職吧。有沒有沒付款了？我給他清理一下。阿梁仔，你叫佢哋個經理扯咗佢。好，佢話睇下有冇未付某款啊？佢睇下睇有冇未付某款。假到隻狗咁，等下即刻拍翻晒啦！自己個直播間嗰啲人，唔係佢哋嗰啲公司嗰啲人。佢話佢睇下有冇。扯佢，打個電話過去。我幫你問下佢經理啊。扯佢啊！我勞氣到你死啊！真係乜閪都唔識做。有沒有沒付款的？假了，一放這裡沒有了，然後就沒有了。7、8單沒付款了。申請10單呢？你放進去，你叫那個經理再加10單了，不行的話你就炒了。你這樣吧，你說有7單，然後你再加多三份上去，然後就加起來10份，然後給。對，不行的話自動受死啊。我把這個沒付款的我先給他清理一下吧，好吧？10份啦。未付款的這個庫存我給他清出來。10份啦，你問一下經理再加3份進去，不行的話呢，你是自動受死。行，好，那我這邊再加個，總共加個，我把那個7單的沒付款的我給他清掉再加3單嘛，給你加個浮動嘛。我都不知道你怎麼做生意的，還做商務。你直播間嘅朋友仔準備，再加10單，你哋搶完就算數啦嚇，因為呢叫做推廣嘅啫，唔能夠多噶。加10份。不要那麼多廢話啦，準備59蚊9 4盎嘅乜嘢嚟？59蚊9 4盎嘅豆漿，1盎、2盎。3盎、4盎，再送多一個樽俾你哋，你哋攞嚟吸濕又得，攞嚟飲豆漿又得啊！你哋自己中意啊！你唔好話鳩柒我，準備好啦喎，仲有2分鐘賣貨啦喎，1、2、3，拍！你我睇住個庫存啊，你睇住個庫存，真係撲街咯今日。我最後加了10份啊！嚟加咗10份，未拍完嘅，快啲拍晒佢啦喎！我準備走噶啦喎，準備連咪噶啦喎，聽人哋嘅故事，感悟自己嘅人生啊！哎呀死啦，無啦啦講咗吸濕嘅，我咪發花癲咧今日。嗱，快啲喎，快啲拍埋佢啦喎！真的不要再這樣子試慣了。下次才說吧，好不好？下次再說吧。嗱，飲完嘅話咧，麻煩直播間嘅人喺佢哋嘅嗰個旗艦店入邊打個好評啊！如果唔係嘅話咧，你哋咪拍啊！我話俾你知啊！阿梁仔幫我上10份嘅黃精。好。嗱，直播間嘅人，你哋如果咧碌鳩摁唔喐嘅，你哋一定要食下我哋嘅野黃精啊！我同你講啊，我哋呢一個黃精啊係嚟自邊度啊？嚟自